大家好，我係所長馬高。各位鍾情80年代 Sunrise 科幻、偏愛宇宙求生群像劇《銀河漂流》。1983年由日星動畫重磅製作，10月正式首播，全套46集長篇原創科幻機甲動畫，風格脫離同期熱血打怪、英雄救世、爽快合體戰鬥嘅主流套路，主打少年少女宇宙漂流、集體求生、人性磨練、異星文明對話，節奏緩慢沉穩，憑極度真實嘅太空冒險氛圍，成為80年代最具人文溫度嘅科幻隱藏瑰寶。80年代初，日系科幻動畫市場呈現兩大主流風格，一部分作品主打熱血機甲對戰、軍團攻防、正邪對立，以爽快戰鬥刺激觀感；另一部分偏向低齡奇幻冒險、輕鬆旅程、簡單善惡劇情，迎合大眾娛樂需求。當時日星製作團隊不滿足於制式化創作，希望打造一套貼近真實宇宙探索、還原太空殘酷環境、少年成長嘅群像劇。團隊參考經典文學作品《兩年假期》嘅求生框架，專注描寫災難過後一群未成年孩童於荒涼銀河之中互相磨合、克服恐懼、突破絕境嘅真實歷程，以極高人文視角講述宇宙生存、寬容和解、珍惜親情嘅深刻主題。成套故事舞台設定喺西曆2058年，人類文明全面邁入星際殖民時代，經歷數百年太空發展，人類足跡遍佈銀河多個星域，於遙遠40餘光年外嘅異星系建立眾多殖民星球，開墾土地，殖民住民世代安居異星，過住寧靜嘅拓荒日子。平穩歲月無預警終結，未知異星族群庫克托尼亞人突然大舉入侵人類殖民星域，對方軍事科技發達，針對人類殖民據點發動閃電突襲，防衛駐軍來不及反應，防線瞬間崩潰，守備部隊全線陣亡，殖民星球瞬間陷入火海與廢墟，大量成人住民遭敵軍俘虜，押往未知星域集中看管，星球資源遭大肆掠奪。戰亂混亂之中，13名年紀細小嘅少年少女僥倖逃過追捕，滯留已成廢墟嘅殖民星球，身邊冇長輩指引，冇軍隊支援，冇物資補給，冇任何外界援助，成為戰後星域之中孤獨嘅幸存者。13名孩童來自唔同家庭，擁有唔同性格，具備唔同專長，養成唔同處事習慣。年紀最細成員僅僅10歲，年紀最大都未滿17歲，全部處於懵懂無助，需要依靠長輩照顧嘅成長階段。突如其來嘅戰爭，家園毀滅，孤身漂流，將一班孩童強行推上殘酷嘅宇宙求生道路。偶然機遇之下，一行人發現殖民基地殘留嘅地球軍練習艦傑納斯號，以及數部可供駕駛嘅人形機甲朗德巴尼安。為追尋失聯親人下落，為尋找重返人類文明嘅路徑，13名少年少女結成臨時共同體，駕駛殘存戰艦與機甲，展開漫長、孤獨、充滿未知、危險嘅銀河漂流旅程。成套作品最核心、最與眾不同嘅亮點，在於捨棄單一主角視角，全程採用13人群像敘事，冇絕對最強核心，冇萬能天才，冇天降救贖。每一名角色都有屬於自己嘅恐懼、軟弱、執念與成長。旅程初期，一班少年未經歷風浪，心智尚未成熟，面對無邊宇宙、未知危機，內心充斥慌亂、迷惘、不安，彼此之間不時出現爭執、誤解、意見分歧，團隊時常陷入分裂邊緣，多次因為決策分歧陷入危機。製作團隊極度真實，還原未成年人面對絕境嘅心態變化，唔刻意美化孩童性格，唔神化求生過程。隨住漂流旅程日漸漫長，一班少年少女學會溝通，懂得體諒，練會分工合作。有人主動擔當指揮職責，有人專注艦體維修，有人負責資源管控，有人執行偵查戰鬥，有人安撫團隊情緒。曾經爭執不和嘅同伴，慢慢變成可以互託性命嘅戰友。曾經懵懂軟弱嘅孩童，
逐漸成長為獨當一面嘅求生者。整套46集篇幅，完整記錄13人由鬆散矛盾個體蛻變為團結默契共同體嘅細膩過程。除開精彩人性成長線，作品對於正邪立場嘅刻畫同樣超前所屬年代。日本機甲動畫習慣將外星侵略者塑造成徹底邪惡、毫無理性、只懂破壞殺戮嘅反派，但銀河漂流重新定義星際衝突本質，揭露庫克托尼亞人嘅入侵行動並非單純惡意侵略，背後牽涉星域資源爭奪、文明生存衝突、長年積累嘅星際誤會。異星族群之中同樣有厭惡戰爭、嚮往和平、願意溝通嘅溫和派個體，亦有看清戰爭荒謬、主張停止殺伐、嘗試與人類孩童對話嘅異星人角色。兩個文明嘅衝突從來唔係簡單正義對邪惡，而係兩個族群為求生存、為守護自身文明產生嘅無解對立。喺80年代少年向動畫之中極為罕見。成套銀河漂流最令人嘆服嘅亮點，極具超前水準嘅寫實機械美學，亦都成為80年代昭和機甲界最亮眼嘅藝術成就。成套作品所有艦體、機甲、武裝、載具設計，全部交由機械設計大師大河聯邦男一手操刀。首先講主角團搭乘嘅傑納斯號練習艦。本艦原本隸屬殖民星訓練設施，用來教導學員熟悉星際航行操作。噸位細，裝甲薄弱，火力配置僅作為防禦用途。艦上配備有限數量嘅導彈發射器，並無大口徑主炮。面對庫克托尼亞，正規軍艦完全無法正面抗衡。艦體內部空間劃分為生活區、維修工房、駕駛指揮室，並且搭載數座機體收納庫。動力系統依賴核融合引擎，長距離飛行會消耗大量燃料，中途必須登陸方星收集能源物質，先可以繼續漂流旅程。通訊設備受戰亂影響出現損壞，多數時間只能維持短距離信號交換，難以聯絡人類主力艦隊。接下來就係朗德巴尼安，也就是少年們主要駕駛嘅人形機甲。機體定位屬於殖民防衛用量產訓練機，高度大約18公尺，整體結構講求機動靈活，並不側重重裝防護。全身關節採用油壓馬達驅動，能夠做出跑動、跳躍等多種人類動作，適合行星地面作戰。太空之中則需要依賴背部追加嘅推進噴口。標準武裝配備實體步槍，機體內置電池續航時間有限，無法長時間連續作戰。零件一旦磨損，艦上備用配件不多，維修往往需要就地拆解、廢料拼湊。操控方式沿用傳統操縱桿，駕駛員需要長時間練習，先可以精準控制機體細微動作。戰鬥多數依靠走位，利用地形掩護展開偷襲，絕唔適合和敵軍重裝機體正面硬撼。劇情節奏由淺入深。前期篇章聚焦家園淪陷後嘅初期求生，13人磨合衝突，適應宇宙漂流生活。中段篇章展開星際探索，一行人登陸各式未知異星，接觸奇特自然環境，遭遇零星敵軍，遇見流落銀河嘅幸存者。一次次探索途中，揭開更多星際衝突真相，了解異星文明習性，破除對外敵嘅刻板偏見。後段篇章迎來劇情格局升級，團隊逐步靠近敵軍核心星域，接觸庫克托尼亞高層勢力，同時得知親人被俘後嘅真實處境，拆解兩個文明常年對立嘅幕後成因，面臨戰爭與和平嘅終極抉擇。最終篇章捨棄傳統熱血決戰，徹底擊潰敵方嘅爽感收尾，反而聚焦少年群體嘅初心與善良，以溝通化解誤會，以包容對抗仇恨，以善意打破世代對立。告訴觀眾，戰爭從來帶不來真正勝利，唯有理解與和解，先可以終止無盡嘅星輪殺伐。成套作品最打動人心嘅內核，從來唔係太空戰鬥、機甲對決、冒險歷程，而係刻畫絕境之中嘅人性光輝。反而喺漫長孤獨嘅銀河旅途之中，互相包容彼此缺點，分擔各自恐懼，
扶持彼此成長。弱小個體凝聚龐大力量，以純真善良嘅本心對抗冰冷殘酷嘅宇宙現實，溫柔講述成長真正含義，不在年齡增長，而在學會擔當、學會體諒、學會與身邊人並肩前行。畫風美術完全保留80年代日星細膩質感，大量長鏡頭拍攝無邊銀河與渺小艦體嘅對比，烘托孤獨、蒼涼又充滿希望嘅漂流氛圍。現代大量科幻作品習慣強化衝突、放大對立、追求爽快戰鬥、塑造黑白分明嘅善惡世界，越來越少作品願意沉下心細膩描寫群體磨合、人性複雜、戰爭無解、和解可貴嘅深層命題。對於厭倦套路、熱血劇情，中意沉穩慢熱敘事，偏愛宇宙求生題材，喜歡立體群像角色，追求深度人文反思嘅資深動漫愛好者，呢套長年被大眾忽略嘅復古名作，絕對值得靜心細品，慢慢回味。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呢群少年於銀河之中攜手前行，於絕境之中堅守善良嘅模樣，始終散發跨越時代嘅溫暖力量。中意挖掘更多80年代日星隱藏科幻神作、冷門高質動畫嘅朋友，歡迎持續關注頻道。後續繼續帶大家解讀更多承載厚重思想、滿載製作誠意、被歲月埋沒嘅復古動畫經典。今集銀河漂流嘅解說就嚟到尾聲啦，多謝大家收看。中意嘅朋友希望可以分享、訂閱、讚好，撳埋隔籬個啷啷，一有最新影片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